1999很好，小向阳，真欢喜阮夫妇。杨小姐，很好，请教托俺的两位，假使俺也爱照顾生人，是咪值得强量补助款？恭喜也爱听受大生人亲好。人讲你是王牙有人土，将来就是三川烧。这样的也爱大家好处呢。请问一下先生贵姓？小向江。江先生很好。假使领导两世界小朋友由祖父母照顾，是得同时申请中央内政部的补助同俺们市政府的平价托育补助。请问是补助几多金额呢？内政部的部分是2000块到5000块，本市府提供2000到3000块。小姐罗兰我弟咧。请问还有是得问夫妇的吗？也说明一清楚罗兰。总有一个好日，将来了。